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真。这两天风台天，你敢有出门？风台天有影真熬经日子，经着咱国军伫演习。那么这摆有影无涉地，国军的实力来验证，那么完全无得惊老气。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。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沈明釋。平林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英佑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那麼第三位是咱資深的軍事記者郭豐忠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是軍事連線雜誌總編輯劉學謙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刷了，咱就來關心漢光演習的第三天，因為風台的影響，金防部本地有安排的火炮的射擊。那麼考慮到岸邊呢，真正有啲美風台的這個時陣，那麼真濟宣布了取消，敢若會做實兵的操演。那麼安若是平湖的第一作戰區。7月24日透早5點半左右，是照着本隊安排開始的地面操演，那麼實彈來射擊。利用戰車炮甲火炮一直對海上目標進行攻擊，水火試射，炮彈親像落雨共款落在海面，編織火馬同時，也是咧掩護戰車繼續向岸邊推進。海面風台來襲。伫個大海前線的平湖第一作戰區取消海空兵力志願，毋過地面部隊依然正常進行地面甲實彈的射擊。第一階段7隻防空飛彈精準拍中靶機，目標是伫個無劇本實戰化演練第二階段，加上伫個敵軍軍團繼續挺進，各型火炮實施火力大加掩護。會利用多層次的火網來對這個敵軍來進行一個攻擊，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攻擊方式來達成我們的這個反登陸作戰。金門航空40年來第一擺佇金門航空站執行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練，模擬敵軍喺夜色掩護之下攻擊航空站，國軍運用夜視裝備導致演練展開攻擊，最後恢復航空站的運作。交接的內容大概就是突入的機降的敵人，他因為這個跟航警接戰之後，航警狀況不利，退守到塔台。不過金防部原本喺澳澳地區進行操演，是未到受海面風台影響，附近30多隻商船無預警出現喺演習目標區，準備進入遼樂灣閃風台。因為安全考慮，國軍臨時取消實彈射擊，今日實施實兵操演。那因為今天早上我們海面的狀況有船隻因為台灣關係疏泊，影響到我們安全區域。反登陸作戰演練，驗證部隊防空作戰、團安會戰加反擊等協同作戰能力加各部隊之間聯動性。今年演練更加接近實戰，也要展現國軍保家衛國決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咱看到這個國軍的演習嘛，其實這擺有人講哦，這擺是當真的哦。但是呢，內面有真濟名詞，咱一般的民眾平常時呢無啥熟悉啊。譬如講交戰規則，而且要來驗證交戰規則。頭早新聞大內面有講，伊講哦，本來這個航空警察吼，伊哦收位不力，所以退休了後，因來去踏這個坑，是毋是就叫做是交戰的規則，還是安怎來？其實在佇咧作戰時陣吼，有咱會使講幾個名詞，第一個就是叫準則，準則就是講你要安怎作戰，你是啥物兵科，你是啥物官，你要安怎作戰。第二個就是叫 SOP 標準作業程序，標準作業程序，就是講你拄到啥物狀況，你應該安怎做。拄啊，迄個影片講到講，因是反空降演練，伊是假設講佇金門的機場，拄啊好有解放軍的空降部隊佇遐，伊內底警察無法度拍贏，就退過塔台，退休，即馬就金門派部隊去相戰，這是本來的
部队甲金门机场内底有资源协定，内底就标准作业程序。本来就是标准的作业定数伫个。对，那特殊的状况，即马的重点就只 ROE 就是讲拄到特殊的状况，你爱改变原来的标准作业程序，迄就是交战规则。我举一个例，就是讲，譬如讲，你即马这个时阵，你袂使发射飞弹，你袂使用枪。你动一支手啊？你拄到一个平民，伊无对你采取攻击，毋过你袂使甲伊当作讲伊是敌人，你也开枪。伊标准作业等于讲，拄到对你有敌意，要甲你开枪的时阵，你开始在拍。咱看到足侪电影，就是讲有一个囡仔，伊炸一个飞弹，毋过伊藏伫衫裤内底，迄个时阵你袂使拍。毋过你若看到，你会使拍，迄就是交战规则。交战规则其实是爱结合所谓的武装冲突法，因为武装冲突法内底有规定讲，什么状况你会使使用枪，什么状况你袂使使用。那特殊的状况，伊就互你即个 ROE 交战规则卡，每一个阿兵哥拢有一张细张卡，拢一张，伊就会使按照即个卡来遵守即个卡，讲当时会使做啥，什么状况会使做啥，迄就是 ROE。老师，这以前敢无？以前是安尼，以前咱伫演习的时阵有所谓的教令跟制令，教制令。教就是讲叫你安怎做，制令就是讲你啥货袂使做，譬如讲你咧演习的时阵你袂使踏入迄农民的田内底，你袂使挽衫，袂使做啥，这教制令。毋过即马就是讲按照这美军伊本来就是有即个 ROE， 是前几年国军有上即个课，武装冲突才开始引入引入即个 ROE 即个规则。所以即摆咱才会特别来听讲，加了真侪名词来看即外国人啦、美国人啦，甚至讲欧洲的、北约的啦，还是日本的来，先互咱观众朋友一个概念，讲这一处有啥物特色？是嘛？是？咱看到讲，其实即个就一个特色的第一个就是讲实践化。以早可能是讲要互国外武官，还是国外来宾，要互伊看，嘛，互我好看一个，都敢若亲像咧表演即马就实践化，就是讲无咧表演，就是讲未来战争是啥物状况，你着要安怎做第一个上重要。第二个就是讲就是因为要表演咱知影过去伫清泉岗，咱看到讲咱的空降部队，伊模拟红军模拟红军伫空降伫清泉岗机场，毋过即马就无，毋是讲即个无重要，是讲咱的空降部队有伊的任务，作战时阵有伊的任务，伊应该是做伊的任务，毋是讲模拟解放军。陆战队嘛共款，咱陆战队会模拟讲解放军的登陆。毋过即届陆战队嘛有任务，譬如讲伫淡水的河口有一个营伫遐，陆战队有家己的任务，所以即届就是讲作战的时阵，你的任务是啥货，即届就来演练，这叫实践化。是，刷来要请教林老师咱一摆看到讲真济即个特色，譬如讲有一项目叫做保存建立，譬如讲新竹的即个幻象2000。转场去到东部嘉山基地，还有海军陆基部队收到命令了后，巡逻舰紧急出港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剧本是安怎写？古早咱爱知影讲，阮的想定里面是讲中国大陆因为拍阮的时阵，伊受头一个伊会拍的是阮西北遐、西部这一带。所以古早咱是讲咱的回领机国家阮的船会爱去东部这边做苏泊，去做一个避难，去做一个保存战力，这是头一个。但是最近对，但是最近看到甲无有一点不一样，最近有一条改变是讲安怎呢？是讲中国大陆伊的军舰伊的船甲伊的回领机会去阮的东部遐来拍来。所以这摆阮阁有飞弹部队，我们的防空飞弹有去东部，就是讲现在作战已经不是只有在西部这一带了，东部加嘛是有可能会变成决战的一个战场。
所以其实就现在来看，很多人说是战力保存，但是有时候已经不是只有战力保存。那是这单纯哦，无这单纯是无唔对，是讲咱的部队有时阵嘛爱去东部遐，因为这个东部有可能头一程是开伫东部遐，因为阿公啊嘛知影，因的船、因的飞行机、因的正追杆嘛是知影讲，伊爱去东部遐去太平洋这一边。因为它可以去切断咱国军、跟美军、跟日本加一定是从太平洋这边来支援我们，所以它会从这一边去切断我们跟美军、跟日本加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，因无一定是教部讲我先用落伞甲你空降，这个甲你登陆，我先甲你下，对东部甲你突击，就甲你上花，甲你创啥物安尼？即嘛是有可能是因为安尼创，因为你爱空降部队，你爱登陆，一定是要先掌握海权跟空权，你一定要去控制空中跟海上。跳伫空中都要人拍。对啊，而且其实台湾咱的防空的武力、防空的火力其实是很强的。我们的爱国者，还有这个天弓飞弹等等这一些，其实我们在这一块是有准备。所以老师他讲，爱国者飞弹嘛，刷去东部去。对哦，爱国者还有的天弓飞弹都去台东，刷去东边去台东遐，因为即马佫有最近阮有讨论讲台东遐的那个机场，我们要做战备跑道，因为有可能今天解放军会打我们台东的机场。那如果台东的机场被破坏的话，我们的飞机、我们的战斗机要能够紧急降落。所以这连续就其实改变真大，但两位吼拢有去到现场啦吼。洪总，你甲咱讲，你去到倒一个现场？其实有开放的吼，第一天其实无带阮去什么所在，是先邀请阮去花莲，第二家己去遐报道，所以进前是家己去找所在。你家己去找？包括你手去倒位？我我慢慢个手去花莲尔。因为我手头佮做者新闻在处理，但是做者同业吼拢去北里，去遐看讲咱咧做伙淡水河口。淡水河口吼，因为即届吼进前一个月向弄一个吼，中国的快艇安尼冲入来，所以真紧张啊！真紧张，因为破功啊。破功去。当然是讲主角迄阵是讲是海巡啦吼，因为销售吼这看这个船的时阵吼，看到这个船认为讲伊可能是。大部分咱台湾人的渔船要倒来港来要来休困啦吼，要来上渔火，想讲伊歹，甲看这灯打去啦，所以放伊入来。所以但是即届国防部就有去用直去问嘛，自迄届开始直去问。所以特别的注重这个淡水河口。对，安怎个阻决吼，阻止任何可疑吼，阻绝，吼卖互入来，2、3站。有做到3站，当然第一站是外口吼，咱嘛是按照拄则讲，新教授有讲来讲，有分工，吼，进前的 SOP 有分工。海巡其实伫外口吼，较远伊就开始先处理啊。但是入来到要24海里所有的这个交接的所在，咱叫临接区，其实海巡跟海军就做伙来查，是外口伫海外口，未入来河口进前甲先查。所以入来到河口的时阵。就是咱国军，即届其实正式演习的时是国军就要拍。当然海巡嘛支援，但是海巡毋是主要的兵力，所以你看到这即摆，咱看到这规个这4项的这相片就看会到吼。包括讲进前你还未入来进前，甲入来以后河口的时阵，就无共款的。用油桶。油桶对，佫有这浮桥吼。浮桥，伊进前头顶嘛。对，迄嘛是要甲你撞。头顶嘛是放共款的放吼，像迄油桶内底其实毋是干油尔啦，头顶有爆弹，有炸弹，有炸弹，所以才会炸会开，无干油你无咧惊你嘛。无爆水雷伫，水雷是伫外口，是领海的所在。伫外口的水雷啊，港外，爆伫外口港外。所以也突破咱的水雷时阵到迄度入来，其实中间可能就伤到一寡船啦，吼，登陆的船啦，吼。所以毋则讲3道过来个入来，就是讲，万一咱拄仔讲这油桶嘛好，爆弹嘛好，还是讲这。伊迄导火了，这部队就
是两群走咯，还买减少，吼，有个人会损伤嘛，吼，有个人受伤，啊，有个人会再见去，啊，过来入来时阵，就爱靠其实入来跟机动的兵力，包括装甲车、战车入来甲拍，安尼到就拍掉。啊，当然，咱的部队步兵嘛是会带飞弹，吼，反战车飞弹、火箭弹，吼，包括 AT4 还是讲迄个红准，拢会使甲拍。所以这火力甲速度变得足重要的。包括你讲，等看病吼一场，阮虽然无去，但是看直播的时候，你拢看会到。毋是讲战车去甲弄尔，吼！你看头前到邱志平一定有看到。啊，其实看到讲，毋是讲战车讲主要摇动有在火炮甲拍尔。其实伊啊，更较接近讲差不多2000公尺以内的时阵，咱包括你讲，伊也迄个2栖战车、2栖战车会使收水的战车。其实你收水的时阵，敢看到一束啊炮塔伫头顶尔。啊，咱了讲直射的武器真歹拍，所以摕到标枪飞弹，是乌克兰吼拍得真牛迄。伊个是先飞个悬的时阵，为顶头甲拍落去，为直接对击甲弄落去。啊，听讲，有人讲俄罗讲，恁这平常时有训练，即摆拢准，100%拢有着目标。即摆安尼看起来是直播的时阵，大部分拢是有看到目标。只是讲吼，咱嘛看到一寡小缺点。哦，你有掠着老贵的。有退休的这小将嘛，有咧讲吼讲，啊，你咧放迄个翠花桥的时阵，哪有一群人吼，秘伫咧分隔岛吼，咱咧路吼，分隔岛还足加水泥嘛，啊，一堆人秘嘛毋知秘袂落去，吼，哭啊，嘛无拍落去，吼，啊，可能动作袂好改的时阵吼，可能叫人翕到啦，所以伊骂甲讲吼，啊，训练无安怎，无确实，其实吼。实战的时阵，我讲歹听啦，这位校长吼，你嘛无做过战啦，吼，咱讲较坦白，人讲较无输赢，我嘛无拍过战，但是咱知影讲实战的时阵，拄着做一个状况的，你会富味甲袂富味。咱古早来讲，姿势歹袂要紧，有挖落来上重点。但是像讲咱拄则讲迄平湖迄场，嘛有迄落装甲车到定位，其他3只拢做成功咧拍基层，拢拍做好的吼，拢看到拢拍到目标。结果迄只咧卡单，啊，伊伫咧排除对无？结果因的车长甲讲，卖叮当，因为袂赴市啊。你个做动作就好啊，好，你个看目标做动作就好啊。伊卖个伫咧遐用，你伫遐吼，因为伊车随时个开动吼，伊可能射出去，伊也无说伊准说害出去，因为前个有迄个惯性。所以要安怎处理临时状况，嘛是爱。假设讲你伫咧战争的时阵，对，啊个因为即届包括保安部长郭立雄，啊甲你个米家秀那个参谋总长拢有讲过，咱即个演习是演练，是要练防卫作战的计划，甲你应该做的作为动作，毋是要练上后尾结果安尼。啊个熟悉你讲你守的防区这3项，啊上重要一个要求啥？安全。毋再讲咱迄落，迄间八里附近迄落。文博正刚装甲车叫一个小客车去 A 掉嘛，哇！大家个报价讲吼安怎吼是啥物人毋对安怎啊？但是军方拢无讲，拢无爱讲话，拢讲搞健康调查，是安怎？之前讲过，演习甲作战共款，会拄到做一个状况。顺着嘛吼。你讲啊讲半暝啊吼，我毋知困伫蒙阿波，还是困伫迄个公庙啊，穿衫袂付穿，行出来叫伊翕到，啊算啥？国防部讲，这无要法，因为伊是咧战时中。咱有看到这特性哦。算了，我要请教着老中篇吼。你演习的时阵，你在倒位？我跟郭哥一起在花莲。在花莲哈。啊，你花莲看到什么？我们在花莲的时候，天气受到台风的影响啊，所以本来应该在凌晨，就是大概5、6点钟那个时候，会有一批战机的起飞。好，那个以往我们叫联翔操演啦。好，那这批战机就因为天后机场关场的情况，对，但是它按照它的那个时序跟响定，哈，就是战机先起飞迎敌之后，啊，或者是不管是战力保存还是迎敌，反正战机起飞之后，这个机场的跑道会预期受到敌人的火力的覆盖，对。那跑道损坏之后，他们会做2件事情，一个是副跑道开放。就说我们其实这几年机场在修建的时候，我们把原本的滑行道修建的比较扎实，
它可以作为跑道的标准来进行起降。然后这副跑道的开放作业也在大概早上7点多钟、8点多钟的时候开始进行。小等，赵总编，你的意思是讲以前都无安尼用？其实应该讲说，这个设定这样子的建筑规格，其实非常多年前就开始做了。那其实，在演习中或者是在比如说春巡的时候，其实国军都有做过类似的操演。那这是因为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，就是说，它被主跑道被轰炸之后，它做副跑道的开设，那开设之后，它就可以进行起降。那同一个时间，应该也会进行跑道的抢修作业。那我们在现场听说是同时间有在进行，但是因为操演的位置跟我们的采访区有点距离，所以我们没有看到。但听说有工程车辆进到基地里面来支援这个跑道抢修的作业，是同步在演练的。那接下来，这个部长跟赖总统的专机就降落之后，这是比较特别，是赖总统试导的是一个伤病患后送的一个科目。就是说你经过轰炸之后，其实你不怕它打得准，就怕它打不准嘛。它一定会掉到兵舍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建筑上面，或者你会被破片杀伤嘛。那你破片杀伤之后，是不是就会有这个伤员的产生？那所以说，就是花莲空军基地是空军5联队，那5联队它里面有个编制是医务所，那医务所里面的医官连同他们有这些 EMT 专长的人员，他们就在1号棚场做了这个医疗后送的这个紧急的开设。好，那我们现场看到说他在演练的时候，他的这些伤病患，他身上都会有一些像血浆或者是假肢，好就是手臂断掉的假肢来做模拟。然后现场除了医务所的同仁之外，他还请第2地区支援指挥部的这个野战医疗单位来支援。压件北营也来啊？对，他也来支援后送，就是说我在现场先做伤检分类，好，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常识嘛，就是黑色就不用救了，那红色是紧急的，那什么情况是可以稍微等一点，先做大量伤病患的处置，先做好。对，检伤分类做完之后。该做处置的，比如说你该要先优先止血的，你能够消毒、能够包装的，先做。总统特别去看这项，是你认为有什么目的呢？因为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说很呼应这次的主题，就贴近实战。因为以往我们的晨风都会去看，我们讲说最热闹的那一场，对，就厉害，安全。对，就是火力旺盛啊，然后歼敌于滩头啊，对，然后最后都胜利成功的这一场。对，但这次我觉得说，他反而来看这一个，它是一个其实讲白点是很单纯、很简单的操演，但我认为它背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我们在记者团回到松山机场的时候，我发现松山机场也有同样的医疗站的配置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全空军的基地都在做这样子的演练。所以变成说，当他考虑到实战化的需求之后，这个训练变成常态的，那它的意义就变得很重要。是，所以所谓的请教的辛老师咱这摆看到讲，除了他所谓讲的这特色，还有一个建军率，这摆建军率提高呢，真侪人讲，看到安尼足侪阿兵哥啦，无就看到安尼，这个车安尼走来走去安尼，这有啥物意义啊？当然，这个名词敢若见警率共款，看到警察啦，红衣安尼，意义个无共款啦看到警察就是讲。你若要偷摕物件，看到警察你都唔敢去做。不过这建军率是无共款意义。第一个就是讲，这届汉光演习对专军做伙演习，所以足侪民众、足侪老百姓都看到讲，平常时要出来部队建车，这届拢出来啊！大家种欢喜讲，这是大家纳税钱，国军的训练足好诶。对国军有信心。咱看到讲，伫屏东嘛有即个小朋友幼稚园诶，摕国旗，来甲欢迎迄个国军的车辆，你拢嘛共款。毋是讲部队出来就对，应该看因的训练，看因的纪律，看因的表现。毋过你会当看到讲，因为即届演习实践化，大家拢了解，特别讲安尼下着车，大家拢骂国军，国军就毋敢演习。嘛是讲，嘛袂讲你服装不整，大家报纸媒体咧骂，大家拢了解讲，即马有可能有战争，实践化演习是帮助这个军队，是帮助咱的老百姓安怎面对将来战争的状况。大家会当习惯变自然啦。对。
这是建军律啊。对。啊，还有其他老师你有甲咱讲，伊这无剧本对。敢真正无剧本吗？因为咱看到这特色顶头个写其实过去是事前知影状况啊，照表操演啊，改做有剧本无剧透。啊，到底是有剧本啊，无剧本？咱讲是安怎有剧本？你表演较有剧本对无？你伫舞台表演，啥物人扮演啥物角色，几点几分你要讲啥，你要演啥，迄叫剧本。啊，毋过咱知影。作战时阵，你第一个就是讲你的地理环境，你伫倒位作战，你的威胁是啥？你的敌人是啥物人？伊安怎来？用啥物？用偌济飞机、偌济军舰啊？拄啊，林教授讲即马可能为台湾东部，可能伊的航母战斗群，迄是威胁可能的任务，就是讲是安怎咱的爱国者还是反舰飞弹爱到台湾算当兵，就是讲。咱知影伊可能为东边过来，为东边攻击，所以我的部队煞伊遐但是当时煞伊遐当时要攻击发射飞弹，这无适的时间，你毋是讲几点几分这我爱表现啊，迄叫剧本，这是讲想定状况。有这项，有这项，我无甲你讲，因为这是你的任务啊。是安那有这个部队，你的任务就是讲要拍船、拍飞行机、拍电流敌人，你家己有家己的任务，毋是甲你讲你几点几分你出现一个，报道表现一下，表现了就结束，无共款，迄是表演，即嘛就是作战，作战有你的威胁，有你的想定，搁有情报判断，当时的发生你嘛毋知，叫无剧透，你毋知当时发生，毋过顶完讲即嘛。敌人要登陆啊！你要安怎做？得甲你考验，就是验证。你拄仔讲的验证，验证你的防卫作战计划。你有这个计划，要验证讲你有做好准备无？你敢了解你的任务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还佫一个这头一摆听到，但是我毋知影是毋是头一摆做7月20日时阵下达着，这个敌人普色地带的这个侵扰，佫集结。等等成效，部队进入到战时的情景，这到底是啥物意思？逐字我都看有，但是毋知影意思咧。咱知影作战的进程有可能是讲中共用这普色地带攻击，就讲伊的飞行机穿越海峡中线，伊的飞行机进入咱的防空识别区，还是伊的海巡的船、海警的船包围咱的金门、马祖，伊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讲甲你骚扰。甲你武加工，互你的国军，互你的海巡足忝的。若是讲单纯是武式的攻击，那还好。但是伊讲大规模攻击进前，你用武式的行动来扰乱，互你变甲足忝的。会惊。会惊武足忝的，甲你攻击。即届汉光演习就演练这，所以为虾米讲7天的演习前2天是武式地带攻击，就是安尼。第一个就是讲，伊用这个武式地带，够包含这个所谓的认知战，或者是宣传战，就是讲要扰乱台湾内部，老百姓、政府国军，扰乱了后，伊就甲你突然袭击。所以用这个假信息，咱嘛有这个考验伫的咯。有，前2天就有些认知战、资讯战，其实拢有啦。好，所以要请教的林老师讲不分24，就是不分白日时还是暗时，才24点钟无长的这个训练啊。咱真正也是24点钟就去操演吗？有啊，头一摆，这摆阮爱注意的是讲，拄啊沈老师有讲。即个普色地带的即个假新闻，有即个假新闻啊，即款的攻击啊，上重要的是讲，因的认知作战在创的时阵，第5纵队敢若就会准备出来啊，所以咱爱看即摆拄啊有阮有讲淡水遐嘛，淡水遐是头一个阮爱防守的范围啊，淡水了后咧，马手就是艋舺。艋舺遐，咱就是暗时的时阵，咱的民防甲有的警察跟这个军队，在艋舺遐华翠大桥遐有咧做演习，
这个就是咧暗时咧创的啊。为什么咱爱伫艋舺遐创？艋舺咱讲艋舺哦，就是市区啊安怎？但是艋舺拄啊边啊就是啊总统府，就是直接就入去博爱特区就直接入去啊。所以这是上重要的所在。但是咱爱看哦，今嘛咱的我们的这个防卫来看的话，今天其实就是我们所有都是从假新闻到后面我们的部队移动，这边完整是一个连续剧。那我们也要去注意的时候是说，7月20号这时候，7月20号我们的铺设地带这个假新闻，这个阮就咧准备啊。但是21号无人机就来看，为什么是21号啊？中国大陆因的无人机有伫阮家的台湾家的在乱说，伊就是在要看讲20号。我们的灰色地带这边开始在做集结，在做调动的时候，那你怎么调动？你要到哪位去？你的部队去东部去哪位？你的部队调动是怎么样？所以今天的无人机，它就是在这样这个手来手去，就是在看一个，就在看讲你是在避什么网，你是要避到哪位去？这个是完整的一个连续剧一套嘞。所以我们这次来说，暗时当然就爱种啊，同样的，可是我们是操演的时候。是晚上，那还有其实这也包含到我们今天的建军率。为什么我们要建军率？我们今天的部队在移动的时候，不可能说是这个全部都在晚上。你要让部队去熟悉日头的时阵，你咧塞车的时阵，可能有民众，可能有小客车，可能有实际人在流动，那不就是考验你的 ROE 的时候吗？我那怎样，这个是不是阿公啊？我那怎样，这个是我们的善良百姓。我就到第5纵队，是不是第5纵队？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的交战手册的时候。所以其实这一次所有的行动都是去依照实兵的状况来去做 M 型。是，洪总吼，是，你也照这个军方的演习足一届。你，咱也讲啊真济吼，但是你认为你感觉上吼，感觉上无共款的迄感觉是啥物？甲一寡即个将军也好，还是做执行的人啊，你家己甲因接触了后，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？其实之前咱伫迄个立法院也看到讲，这个参谋总长甲国防部长去报告，就报告讲安怎来进行这个演习，即届这汉光40号。其实伊个强调讲吼，咱虽然讲咱讲做者形容词讲哦无剧本啊安怎，其实上主要就讲实际去练出你真正的战略是啥物。就是讲各个部队吼，谁若不爱互伊做红军，做迄个攻击军，惊啊讲我是解放军去甲咱其他的部队拍。啊，迄2个部队拢上牛的啊，一个是海军陆战队，包括北部的66旅，甲南部的99旅，这2个拢上牛阵的啊。公认的啦，国际公认讲国军上牛阵的个这2个部队，啊，个另外一个就是陆军的空降特战部队，就是讲拉克桑的吼。咱毋是讲跳拉克桑啦哦，伊嘛用这唱水哦，伊是其实3种空间拢会用作战的哦。有海空啦。有海空啊，但是你逐年拢叫伊去演强啊，去拍咱陆军的，还是讲其他这普通的部队，安尼敢有公平？啊，搁较一个个讲梅家书讲讲，咱参谋总长，啊伊逐工拢咧演假想敌，结果伊家己的防区拢无熟悉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真正要演这个汉光演习的时阵，伊讲，你甲我讲吼，倒一个部队伫伊的营区拢无出去，啊个演了，你甲我讲，这绝对无及格。所以就讲吼，真正有部队，伊进前就知影讲防卫作战计划是啥物嘛吼，啊分着我爱做啥，但是真正要来的时阵，可能有5种状况。咱讲为一工吼，透早天也未光，啊甲天光。中昼、下晡、暗头啊，啊个大富翁哦，咧抽机会甲命运啊。我个歹甲你讲啊，之前吼古早拢演4摆嘛，吼，家己部队啊，顶书来看一届，啊，过来就是军区，吼，过来看一届，过来参谋总长的副手来看，地面官来看，过来个是上，会使了，啊，有个定案，啊，过来个是。总统甲部长来看啦嘛，咱实在讲，哎，拢目睭结会使演啊，迄个是演嘛，但是这个无爱演啊。但是吼，洪总，我有一个，这个疑问哦，就是讲，
这个道理才明白着。咱上高的部队过去拢做家乡的，啊，这个道理才明白是安那过去无安尼做，啊，这一次咱是受到什么刺激，还是讲咱开始真正进步啊？有人讲吼，真爱讲这个讲法讲，美国人甲咱安怎，美国人甲咱施压，其实我来讲，台湾人也无觉醒吼，迄美国人甲救嘛袂赴啦。啊，佮安怎？美国人千里远，上近个关岛啊，Okinawa，但是 Okinawa 伊嘛爱收日本啊。美军伫遐嘛爱过日本哦，毋是讲弄来咱遮就对哦。咱先莫讲输赢，讲会来袂来啦。可是要来，伊嘛要讲遐莫过吗？第一是国际的分析拢讲，拍台湾的同时，同时阵日本会去用拍。菲律宾即届嘛有可能哦，即3个所在会同齐拍哦，这是人甲你建过的，吼。你要听嘛，听随在你。你也真正是为着台湾好，为着台湾要守护咱保守咱自由民主的正你这个答案，你来家己想哦。你这个答案哦，会表示讲，其实是阿强啊，迄边是愈来愈强，愈来愈准备愈来愈好，对，愈来愈好，愈准备。啊，大家才会去觉醒着。啊，因为有的人吼，过去拢想讲，啊个有啊，我有交税，啊所以军队个爱做工课啊，安尼就好啊，个关心较遮尔。啊，即个毋是，即个因为过去即几年，咱看到太济变化，好好听呢，太济变化，表示讲共产党毋是安尼甲你看代志的。啊，共产党是先甲你分好，分划分好啊，哦，上好是愈相信讲量化一家亲的人愈济，安尼。再甲你高击破。佮无支持你国军嘛，武器莫买啦，买啊好啦，啊免开啊钱啦，啊。在你占一个10亿啦，吼，一项可能100亿，甲你占20亿，啊，你买着买啥？人就无爱买你啊，你无够钱嘛，就无爱买啊，毋是甲买着无好的尔，就无爱买啊哦。过去咱过去6大军购，你会记得无？阿扁总统的时阵，所有要买的物件去用冻了，冻8年，结果换总统起来了，拢甲佢倒转来，开搁较济时间，搁2倍的钱。你规个防卫的能力个差搁较大，差8年，差搁较大，你个叫人扭开去啊！变作讲伊会用挑战老大啊美国人啊，伊毋是敢挑战会用甲你压过你台湾尔，是用直接跳级吧？啊，其实即届吼，我想要补充一个，对咱讲到这全时间吼，包括自早到暗吼，咧24小时拢咧战，其实嘛毋是拢咧战，战斗进前有准备。吼，像讲普世的迄个危机，其实20号迄天，中共伊家己个宣布讲，突然飞20几架飞行机来，甲军舰拢来，迄个是联合战备精神。伊咧配合咱演习的。是啊，可能就是哦。吼，伊可能你要爱嘛好啊，我嘛来甲你试看卖咧。伊是可能要试看卖啦，吼，看你真正有准备无。真够配合的。啊，所以我落尾昨日就是暗时啊去。那个松山机场，本来要做反空港，啊，个第5纵队的这渗透洪泰出销的，但是反渗透这有做，迄个复兴北路吼，咱台北市复兴北路，看过这松山机场下底迄个地下道，两边拢啊动起来对无？咱动一个车道啦，啊演的互咱看，啊，所以我伫遐翕，你看这个相片个看来讲，这个右下角这张，我就是迄个对面。我入去对面翕，啊，这张相片是军文社哦，战地记者因翕的啦，所以伊翕到更较好诶。啊，你若看我报道，看到对面翕过来，嘛，这看到这个事。这就是防卫这第5纵队的。对，因为惊讲吼，这个沙包吼，你看这沙包对面就是啥？大直桥、大直桥，通过啥？广播咧。广播隔壁还有阵总部。啊，海军总部隔壁什么？国安局特勤中心。是毋是拢最重要啊？是。搁后壁衡山指挥所啦，咱就安尼讲啦。啊，你也去互讲落来，虽然讲有去中心化的机关指挥管制，咱拄仔来算吼，衡山指挥所上大总部，但是伊要叫人拍掉是要安怎？其他各有讲联合的战队。啊，咱即摆有学长，我请新老师来讲。嘛是有分。咱有演练讲，万不然若是衡山指挥所去用提去了后，
敢有这个剧本？现在人家嘉欣老师哦。其实这个吼，啊，种吼，这去用拍掉了后，其实冇闭环的所在，吼，咱伫这算下隧道遐其实有一个所在。啊，佮有舰队的联合指挥中心，迄是别位，吼，迄咱是讲其实伫左营遐啦。啊，佮有联合的空战的指挥中心伫公馆遮，啊，拢是地下化的。啊，其实因遮了后，其实拢交出去，包括6军团、10军团、8军团。各军团的所在，啊，佮有地区的作战区的指挥官。其实即届吼，咱来看讲，其实军方有的新闻，佮有的写了较有意思的吼，伊会写讲，其实是指挥官下令的，毋是总长，毋是国防部长下令的哦。所以意思是讲，我即马即个战区拄着什么情形，我家己负责啊，我先拍，无咧等啊，吼。袂讲过去种像演的嘛，所以讲啊，我有个连无线电拢袂断哦，拢袂用干扰，那有可能作战拢互你摊落拢拍袂通啦。所以哦，总编辑，你敢有甲即摆参与的即个军人，包括着将军级的，还是讲即个中阶级的即个领袖吼，恁甲伊交谈过？因即摆演习起来，是毋是较有成就感？还是讲有抄到呢？有练到呢？因是安怎想？是我这边分享一个，就是我现场的观察。哈，就我们在南部的那个慈王府一个宫庙前，慈王府庙哈，对，他有做那个陆军的那个直升机战斗直升机的战地在整部哈。那我们是看到很多不同于以往的，因为这种演练其实陆军的那个航空部队常常在做，然后频率其实也算高。从台北大学在新竹捷运站都做过，那这是因为结合汉光演习嘛，哈，我们看到几个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说，它在这个场地的开设之后，好，飞机降落，它进行加油挂弹，然后我们看到旁边有它的这个同单位的士兵，全副武装，大概有7个人的小组，在这个场地的周围有点像巡逻，好，在警戒跟巡逻。然后呢，他也征用了这个民间的小货卡，等于说我原本都是军车把弹药载过来，然后把它转移。已经有收到家。对，他已经征用了民间的小货卡，然后先转移到小货卡上，再由小货卡再进整备场，然后再由这些士官兵去把弹药重新再补给到直升机上面。好，那像这个在以前来讲，它顶多就是为了安全，我只是画一个，哎，你不要靠过来哦，一个警戒兵啦，我们以前叫警戒兵。那现在已经变成是说，它比较接近这个实战的概念，所以它只是纯粹持枪警戒，像交管一样，它变成是一个巡逻的兵力，而且用战术的动作。那是拨转啦。对，然后再来一个也很有意思的，这个也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去现场的同仁跟我说，妙方说其实当天是他们的那个千岁的诞辰。哦，但是为了配合国防部，他提早2天把它办完了，所以他是在那个时间点，对，跟他讲那个很尴尬。就所以说他们的，就说你说全民国防，我觉得也莫过于像如此一样，像刚才讲的建军率，好，那我们在这个淡水其实也看到陆战队的这个车辆跑来跑去，然后很多地方，哦，甚至说这个云豹故障了，然后这个阿兵哥在抢修，我觉得都无可厚非。我们以前把演习视同作战这件事情，这个视同作战把它有点无限上纲了。演习视同作战就是你车开出去会抛锚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会抛锚，你会战损，你会有各种的状况，你的道路会被破坏，所以其实它的状况应该是复杂多变的，而不是说好像一声令下啊，所有的车都到齐了，都到了它的射击阵地，然后都弹无虚发，这样子不会卡弹。那我们反看，比如说日本的富士火力演习好了，它不发弹，车辆故障的情况比比皆是，可是他们也不会说去苛责军方说，既然演习视同作战了，你连作战的准备都没有做好，所以我现在要来抨击你，要来批评你，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说汉光40号演习是在观念上很多东西，部队跟民间要一起做改变，它才会是这个演习后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之一。是，谢老师哈，咱这摆外岛哈毛创哈，但是外岛在这个大海战争的时阵哈，到底外岛有意义吗？有人讲，哎呀，这个2个小岛吼，提起就提起啊啦，咱不如吼，咱放弃，咱退来大台湾，敢安尼这个想法？但是我看
嘛是有呢，伫平湖、伫马祖、伫金门嘛有呢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先回答你拄啊要问衡山指挥所。衡山指挥所，咱知影以在汉光演习吧，要拄啊演习的时阵，咱看到讲有所谓的万军车队，宪兵，总统加这宪兵，然后赶紧要赶去衡山指挥所，以早有这款的演练。啊，除了总统以外，其他的中央的部会嘛是安尼，因爱有人入去衡山指挥所。啊，毋过为乌克兰战争，乌克兰战争了后，咱知影，因为泽伦斯基伊伫基辅，啊，毋过罗西亚的以伊为目标，要斩首攻击，所以这总统伫倒位指挥，这个足重要。你袂使讲固定，你袂使讲固定一个所在。啊，指挥所其实有分，主要的指挥所，机动指挥所，甲预备的指挥所。啊，其实不管是机动还是预备，拢是未来中枢防卫，还是讲总统要指挥的所在会使建吼。咱知影其实即届汉光敢若无演习这啦，啊，毋过伫今年还是去年，其实早就讲有思考讲，若衡山指挥所互人攻击，要刷伊地，还是有一个指挥车，还是伫空军一号飞机，会使伫飞机上车顶来继续指挥作战。若无就讲刷到桃园，还是台中，还是高雄，有无共款的指挥所，伊拢有相关的设施甲设备伫，会使指挥作战吼。第二，你讲外岛吼，咱知影即个演习外岛是实兵搁实弹，啊本岛是实兵不实弹，所以即个你看着讲金门、马祖拢是大射击。咱知影即金门甲马祖因为较往大陆较近，所以有人讲啊，金门甲马祖敢会派遐人伫遐。啊，若互占领，那这的部队，然后互人掠去要安怎啊？无共款讲法啦吼。啊，毋过无论是讲金门、马祖甲东引，伊其实可以会再发挥讲一个警报的作用、预警的作用。你若攻击咱知影即马这个中国应该开始占领外岛。啊，毋过即马因为金门、马祖足侪人投资伫厦门、搭泉州有投资啦吼。伊若要讲要攻击金门、马祖。依照即个小三通的成果，你就表示讲你无爱甲台湾交流，你的依照善意拢是欺骗人。嘿，咱看到讲即届吼，国军其实就有信心的，伫平湖即个时段射击，甲依照汉光演习，伫迄个平湖拢无共款。依照是经一个所在，大家拢准备好，伫遐敢若咧表演。啊，即届就是讲，假定讲伊为遮登陆。啊！你所有的部队安那机动到遮，咱看到咱的战车透早4、5点就开始为遐机动伫遐准备另外伊有信心，用直播的方式互大家看我拄啊，洪总看讲到讲有一个战车伫遐40榴弹枪伫遐故障排除，这真正状况啊！咱看到讲无论是讲标枪飞弹，还是讲刺针飞弹。即个射击拢足准的哦，你看到迄画面，迄个靶机飞过去哦，你刺针飞弹就甲下落来，嘿，伫海中一个足小的目标，咱的标枪飞弹用攻顶的方式会使摧毁个目标，就是讲足有信心的，因为平湖是足重要的，平湖伫海峡中线那平湖若好占领，伊会使做平湖做前进基地继续攻击台湾。所以平湖是足重要，所以离岛也是爱注意的吼。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林老师吼，若讲即摆真强调讲独立作战，吼，你一个路吼，你就爱独立作战。但是独立作战要件就是讲，你的指挥、管理、机关通勤啦，拢爱真通啦。咱的即个通讯系统啦，还是情报系统，但这一处敢有受到严重？这个公警架，这个是我们讲的 C4ISR， 这个就是较机密的一个部分。一般来说，政府不会跟大家讲，因为阿公阿妈知影被拍，我就想你看无，讲你听无，好来你唔知影。但是问咱知影是讲，现在在这个时候，你的这个通信一定会受到敌人的干扰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一次汉光演习要去演练的就是，等到你被攻击的时候，你的这些主官你要怎么样去下决心？
变成是，即便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跟其他的一些雷达站，鱼虾把酒拢给你炸起来。对，咱若是咱若是讲都唔知影是要安怎拍的时阵，但是我搁知影讲，这个所在四雄有安怎，就是他就讲，我们就会感觉说，好像就算在家里，你今天眼睛蒙起来，耳朵也听不到，可是你大概摸，你也知道这个附近要怎么进行战斗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有很多实兵？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车子和我们的军队要开出去，要在路上走？就因为这个就是你真正在战场上有可能的。都要温跨列橡品宫，这个是复兴北路下嘛，地下道嘛，旁边就是松山机场啊。那在俄乌战争，罗西亚就是去拍基辅那个回零机场，但是这个回零机场被俄军拿下来的话，直接就进去基辅了。所以其实去年古年的话是桃园机场。桃园机场就刚好有在做这个演练，今年我们这一次就是在松山机场，所以其实我们要让他熟悉，让部队熟悉的是，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开打。以前的话，我们始终给他当给他塞，不敢在这个地方开打，因为会什么扰民。但是就像刚刚我们记者讲的一样，现在台湾民众温怎样讲，阿公的有真正有可能会拍来。2022年开单就开过去，大家爱知影讲，这个是要安怎拍？若是要拍的时阵，阮要安怎创？上重要的是讲，唔是讲阮会惊过会安怎？阮为什么你会惊？你会惊是因为你唔知影你也唔知影事情会怎么发生。但是若是阮知影要安怎创，就做啊，阮就要安怎准备，有准备就无要惊。是，洪总吼，因为即马吼环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哦，会到8月1号呢。对。啊，咱嘛看讲这一处吼，这个媒体也有写，讲美军也有来看，日本人也有来看，而且欧洲北约的嘛有人来看。咱甲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吼，这一处敢有某种程度的合作，或者是讲信息的相通啊，会当来互相来援助応援嘛。其实对于咱国军来讲吼，包括咱的国防部甲国安会，其实不只是美国、欧洲、日本，这拢有通关道啦吼，这拢无问题。从重要来讲，万一台湾也受到攻击的时候，伊会使做啥？所以2年前其实在印太这个环太平洋演习，2年前2年一届嘛吼。2年前迄届其实个不少这个欧洲的国家，欧洲走到咱遮来哦，走到西太平洋咱来参加这个演习哦。20几国，这届嘛是共款，嘛得要30国，搁较济个欧洲国家来，这是较奇怪。好，包括这个讲有。对啊，欧洲人才远就来看啥物？亚洲的国家因为有个情形，像菲律宾，伊即马叫中共直接去弄。对啊，欧洲所以就无派走来要创啥？所以伊就是感觉反映出来讲，是安怎讲台湾足重要。不只是讲因为中共要甲你摕，所以较重要，毋是。颠倒过来想较对，台湾有啥？台湾过晶片。台湾有着2种物件。晶片其实是一个象征物个尔，其实代表来讲，咱台湾是伫国际的科技的这个产业链内底，即咱脚踏车链条共款，你要落链去，就袂行；落一个链就袂行。台湾其实上重迄个链，迄个去箍无调的时阵，规个拢免做啊。因为谁哪知影？这 COVID-19 武汉肺炎的时阵，家己知嘛。台湾的出口出袂出去，大家拢出来等。德国讲拜托诶，阮这车场拢无晶片，我更较水的车嘛，我都出口啊。咱就知吼，拢免卖对无？啊，迄车的晶片是较低层的呢，毋是上关层的呢。啊，上关层的96%拢伫咱遮呢，这就重要无？这重要。所以毋知欧洲杀到咱遮来，来遮看。派军舰去夏威夷遐含美国、甲亚太、印太国家演习，所以欧洲国家个印太战略，个重要个讲，万一台湾这个自由民主国家
华人你也讲全世界算讲无到15亿啦吼，台湾人啊，甲海外人算15亿好啊。你有用种去想就好啊。15亿人内底，敢有一个所在是民主的政体、自由的政体，啊，去互一个上无自由的、上无讲人权的政体，甲变倒去、摕走去的时候，是毋是对欧洲、对美国、对日本、对其他自由争取自由，包括东欧国家，包括乌克兰、甲伊隔壁遮个国家，全足大的打击，因拢会失信心去，会做失志的。所以毋则讲为着这两个象征，拢要甲保护起来。所以各种的方法来甲咱赞助，这个重要的意义。是。啊，咱今日时间也无够，应该来讲第2点钟，吼，啊，佫有真侪问题无问啦，因为咱看这个剧本。